什么替身，什么痦子呀？八成你是大清皇帝派来的内鬼。胡总管，你终于跳出来了。哼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长时间了。今天我在广乐园后门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毛病，很奇怪呀。当时你带了那么多人做埋伏，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居然说是自己人。好，现在不说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帮着皇上找替身是你的主意吧？我什么？是不是你命令涂佐领去找的替身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找替身。好，这个事情再不说了。我问你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兵到这儿，他们怎么会知道的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假皇上坐在那上面？不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广乐园里头待着，这消息怎么出去的？是胡总管。对了，只有一个人离开过广乐园，那就是胡总管。我是这个广乐园的，可是我好，你说我是内鬼。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何林是谁杀的？何林怎么死的？我是内鬼，我怎么可能去杀何林？这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主公去围剿何林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大败而归啊？谁传的消息啊？谁通风报信呢？是我给的，可是我也是胡总管。啊，不。胡师徒，你这个奸细！主公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他在保护他。你这个不长痦子的假皇上！你！何林的消息是你传给我的吧？是我传的，不，可是我真是一心为了主公您的。我知道。我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掌法！慢，说，真皇帝在哪儿？你说他是假皇帝，那真皇帝在哪儿？如果你们今天找不出真皇帝，你们都得死。说，有一条暗道，在哪里？后花园。他们在养心殿。养心殿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吗？我也没来过呀，抓紧让他问问。哎，不行，面积太大。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？这样吧，你往左，我往右，我们分头行事。你们两个不要乱走。阿卫，孙发子，我是阿卫，跟我来。走。哎，前面应该就是了。听好了，把各通道给我守住。是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你怎么不走了？遇到在哪儿啊？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教授，我听说紫禁城的后花园里的确有一条密道，但是里面布满了机关暗器。你听好了，你走在前面，你要是有一丁半点不老实，我们在后面立马结果你的性命，听到没有？快走！快去！快，跟进去看看。教授，要不然我先进去吧。不行。哪有人？快点！嗨！呀！哈！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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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朕在这儿呢。皇上，外面怎么样了？皇上，小人罪该万死啊！你怎么了你？小人不应该打皇上啊！小人实在是被逼无奈，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招了，打了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朕不会怪你的，朕赦你无罪。啊，赶紧起来吧。你也是为了朕的安危嘛。啊，你不怪小人？不怪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快起来吧。皇上没事吧？没事。外面好像有援兵到了，咱们哪儿都别去，就在这猫着躲着。累了吧？没事。要不然你坐这儿吧。不用，没事。你就把这块石头当成一个宝座。谢谢。看来朕真的是冤枉你了。皇上说什么？你今天替石格格求情开脱，朕觉得你有二心，险些下令。原来是皇上把他关进来的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把谁关进来？我是说，原来是皇上把我关进来的。还好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皇上，反正您都已经免了小人的死罪了，小人就斗胆再说几句罪该万死的话，您千万不要怪罪小人。你说，我是觉得这做人呢是情义无价，这亲兄弟之间的情谊就更难得了。反正不能总是自己人老是掐来掐去的，这坏人都打到眼门前了，打虎还看亲兄弟呢。小人多嘴，胡言乱语，罪该万死。哎，皇上，外面好像没动静了。啊，出去看看。哎，皇上，你要不然我走前头。皇上，住手！
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去阴曹地府问吧。住手！你没死？托你的福，我还活着。主公，四百弟兄全都死了。你们来杀我吧！我是不会杀你的，对你，我要做到仁至义尽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从小家境贫寒，是他收养了我，养育我20年，给我吃穿，教我唱戏练功。他是有恩于我的。可是，他是明教的反贼啊！我最后叫你一声教主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什么反清复明，什么替天行道，什么苍生黎明，说到底，不过就是你自己想当皇帝。现在明教大势已去，你不可能再做什么皇帝了，大明也不可能再回来争什么江山。我劝你放下刀吧，做个平常百姓。文堂主，你的恩情我会记住的，后会有期。大队人马来了，你快走吧。你怎么办？哎，皇上没事儿，这儿全都交给你了，所有的功劳全部都是你的啊！我真不想趟这趟浑水，我先撤了啊！你还在这干嘛？走吧，你跟他一块走吧，这里有我。哎，那个，皇上要是问起这扳指，你就说不小心敲碎了啊！皇上在这里。来人！皇上，来人！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我在这儿呢。你还在就好。还能起来吗？臣等护驾来迟，望皇上主罪。朕无恙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他们细细的和您留在城外的亲兵，然后换上我们的衣服，由胡知图做内应，大摇大摆的混进来东华门。没想到胡总管居然是他们的人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家贼难防，太可怕了。皇上，要不要传太医？教训啊，血的教训。这次一定要一查到底。皇上，臣在这里请旨，咱们要来一次大清洗了。大清洗？是。攘外必先安内。这次这件事儿，加上和珅这个案子，从王爷到贝勒，再到外省官员。无论亲故，咱们要彻彻底底来一次大清洗。第一，别手软；第二，不要怕乱，不乱不治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我是觉得这做人呢是情义无价，
这亲兄弟之间的情谊就更难得了。反正不能总是自己人老是掐来掐去的，这坏人都打到眼门墙了，打虎还看亲兄弟呢。之前在假山中，你和朕说了些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属下护驾心切，情急之下难免胡言乱语。不，您说的很有道理。皇上，现在您谁都不能相信。这个人的嫌疑最大，他居然为石格格和风神阴德开脱，单凭这一点，我看他就是包藏祸心。李侍卫护驾有功。皇上，那只是表面的假象，您现在谁都不能相信，这次一定要一查到底。哎呦！给皇上请安了。阿魏，你还记得这张弓吗？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拉得动吗？这世界你是挡不住的。那是谁？别动，你伤还没好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儿，你帮我挡了剑。那就好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我放了他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重情重义也是江湖本色。换做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放了他吗？后悔帮我挡了一剑。为你挡剑，我愿意。
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哎，对，呦，对，嘿，你说你真是的，你没那么大本事，你逞什么强啊？还耍什么大门栓打人？我跟你说，那老王八蛋脑壳子可硬了，要不拿大门栓，还真砸不死他。行了吧？要不是陈姑娘在你旁边，你敢出手？那不是吹牛，这和陈姑娘还真没关系啊！那什么东西到了我手里都是兵器，只要出手就是绝活。行了，娘，你别吹了你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！要不是陈姑娘功夫好，在那个老家伙背后帮你补一剑，你呀早让人家弄零碎了，我还不知道。你赶紧拉倒吧！就陈姑娘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谁不知道啊？哎，她不跟着我，跟着谁呀？啊，把我弄零碎了，谁疼她呀？哎，你别停啊，接着按呐！来了，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哎，使点劲儿，没吃饭呢。这样行吗？哎，这是舒服多了。哎，我说，我看陈姑娘人不错，对你真是实打实的好啊。陈姑娘人是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个，但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别停！你看人家文姑娘，舍身挡剑，那一剑挡的有情有义。哎呀，我三发子还不知道谁能给我挡这一剑呢。你想让谁给你挡剑呀？让陈姑娘。哎呀，谁知道呢？反正文姑娘那边我看是没戏了。你说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她咋就不喜欢我呢？行了，别按了，把膏药给我贴上。哦，好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但是你别说，昨天晚上在皇宫里的时候，黑咕隆咚的，我拉着陈姑娘的手。哎，你别看那陈姑娘是练武的，小手吧还挺软和。哎，跟我挨得也挺近，牵着她手的感觉还真好。哎呀，跟文姑娘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连手都没拉一下，这不瞎耽误功夫吗？看来以后这陈姑娘的手还是可以经常的牵一牵的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人不能在一颗手上吊死，啊！我赵三发岁数也不小了，也过了宁缺毋滥的年纪了。反正癞蛤蟆吃不着天鹅肉吧，吃鸭子肉也行。我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把膏贴你嘴上！你谋杀亲夫啊你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啥事儿啊？石格格和封神英德公子奉旨探望。那还愣着干嘛呀？赶快换衣服啊！你看你这样。给石格格请安。起来吧，我来看文姑娘。哦，别动了，我已经传太医了，她一会儿就过来。谢石公主。谢谢石公主，应该我谢谢你才对。皇上已经下了赦令了，让我和公主回府安顿。皇上把你们查抄出来的那些信件都已经烧掉了，所有牵扯在内的王爷贝勒也都不再追究了。那是主子的仁慈。皇上还提到了你，好像你跟皇上说了些什么。是啊，你跟皇上说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话不是我说的。那是谁？是他。给石哥哥请安。给石哥哥请安。这是搞什么名堂？怎么一模一样？其实我们俩也是刚刚见面不久。这简直就是一个人嘛！啊，你们是孪生兄弟？谁知道？我们也想找个人问问。我知道，
老人家，您说吧。他的爷爷叫李卫，他们的祖母叫岳思莹，听说当年还是雍正爷做的大媒。哦，这事儿我好像听说过。他们李家是一脉单传，到了他父亲李小卫这儿，娶了内务府一位海大人的女儿海菊。不巧的是，他们夫妇一直就没有生育。有一次啊，李卫李大人到南面办差，帮助了一家穷苦人。那说来是缘分呢，那家啊正好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正好是男孩。这两家一合计啊，就把其中的一个交给了李家，当孙子抱养，给李家传宗接代。那取名啊，李传卫。这个人回来啊，我是越看越不像我自个儿带大的那个李传卫，可是我又不敢说，只好憋在肚子里。没想到他们自己个儿遇到了，这真是天意呀！那我的生身父母现在在哪儿？那只有问他了。我就记得我看见过爹娘的坟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能见面呀，这就是喜事。好了，今天我再给你们添一件喜事。今天皇上让我来，一是看望，二是召见。皇上不知道你们是两个人吗？不知道。那这前前后后的事情，到底是你们谁做的？有的时候是我，有的时候是他，但大部分都是我做的。这可麻烦了。那你们想不想把身世的真实情况告诉皇上呢？皇上和皇额娘马上要见你们，我就是来传这个旨意的。容我们俩再考虑考虑吧，反正不管我们谁去，您都假装不知道，行不行？看来我又上贼船了。好吧，疏不见亲，你们不想做的事情，我又何苦强求呢？听你们自己的吧。咱俩到底谁大呀？谁大？咱俩肯定得有一个先从娘肚子里出来。到底是你管我叫哥呢，还是我管你叫哥呀？这个恐怕只有爹妈才知道了。那总得有个称呼吧？哎，我有个主意，你别先馊啊。你的馊主意我已经习惯了。咱们俩扔铜板，正面的话呢，就我管你叫哥；反面就你管我叫哥。这样行吗？行啊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那你有什么别的好招吗？那行吧，那这么定了啊。哎，你身上有铜板吗？哎，扔吧。正面，你是我哥，那就屈尊了。哎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还接着沾杆啊？昨天晚上，在那间禁闭屋子里，我一直在想，以前那些认真卖命的事情，也许没有意义。哎，咱也掉一回书袋子。什么叫伴君如伴虎啊？不仅如此，我还在想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管自己叫奴才呢？有长进啊，有长进！我这声哥啊，算是没白叫。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撤啊！你要走？沾根处都沾不上了，我还沾什么呀？这一个脑袋比一个大，掉下一片瓦就砸死一溜瓜。在这混下去，憋不憋得慌呀？那你去哪儿呢？我打算回老家。哎，你知道爹娘的坟在哪儿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俩一块儿回吧。咱爹咱娘咱都没见过，
咱们这也应该到坟上去烧几炷香吧？哎，我老家那个地方有山有水的，可漂亮了，比这儿强多了。行，听你的。嘿嘿。哎呦，那皇上能让你走吗？这官场上往上爬不容易，往回撤还不算难。哎，你不正好皇上要召见吗？你直接跟皇上说一声不完了吗？昨天晚上的事儿都是你干的，我去了说什么？再说，我没你那满口瞎编的本事，万一说的不好露了馅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教你啊！哎，别，还是你去了，现学现卖我也不灵。再说皇上也分不清楚咱俩谁是谁。哎呀，我实在不想往宫里趟，烦人。在皇上眼里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内高手。那我当然是大内高手。行了，咱俩别争了，让他说话，啊。额娘说的是。砧杆处头等带刀侍卫李传卫觐见。宣，这让咱们看看这位大内高手。恭请圣安。起来说话吧。哎，起来吧。昨晚上的事儿我都听皇上说了，真是惊心动魄呀！你们这些个砧杆处，难怪几代皇上主子都器重，看来不光是武艺高强啊。在昨天晚上那样的场面下，就是换成了儿臣，只怕也想不到他那种随机应变的点子。真的？我倒真想听他自己说一遍，毕竟当时有的在，有的不在。那是小事，不值一提。反正事到临头，总得想出个办法来。说到底，还是皇上的福分大。哎呦，有功而不自居，像个臣子。臣不敢当太后的夸奖，奴才只是尽本分而已。昨晚上救驾还是其次，我倒喜欢你对皇上说的那些个话。你当时都说什么了？那些话不中听，当时还敢讲，现在绝不敢讲了。好，真好揍的。他说的那些个话，倒是真中听。他说呀，自家兄弟不能打内战，让别人称心如意，反倒让贼钻了空子。哎，我就对皇上说，这可是逆耳忠言呐。和珅一案到此为止，包括处置明教谋反，朕也不搞株连了。皇上圣明。立了这么大的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，跟他说，我让他恩准就是了。没关系，让你说就说，这才真是金口玉言。奴才做了一个梦。做梦？什么梦啊？奴才梦见家里的老人了。梦见李卫了？是。哎呦，那个李卫，你们是没见过，我还是赶上了，跟他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，人也机灵，一肚子的鬼点子，要说不是亲生的，那才怪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是笑啊，他们家人都鬼点子多。说正经的呢，接着说。啊，我梦见家里的老人跟我说，家里的老宅子进了水了。这是什么兆头啊？解梦的说，梦见老宅进水是主祖坟年久失修。这可是大事儿，你看呢？所以，
奴才也不敢要赏了，只求太后和皇上能准奴才一个长假，好回到老家去，把祖坟好好的修一修，再守一守墓。你看吧，他们这些人很得用，人家这是尽孝，别的好拦，这个不好拦。况且，还是当着我的面儿张的嘴。听额娘的。奴才谢恩。李侍卫，起来吧。昨天晚上朕晕倒之后，有没有看见朕的扳指？没有。哎，那可能是丢了。算了。奴才给石哥哥请安。起来吧。怎么，又想让我上你们的贼船啊？奴才是来谢石公主的。谢石哥哥为我们保守秘密。你到底是哪一个？我是真的李传位。你们长得那么像，连皇上都分辨不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就是真的？那石公主就把我们俩都当成是真的吧。好吧，我也不问了，就当帮人帮到底，送人送到家。奴才在此后驾，也是为了送人送到家。啊？城里刚刚闹了教匪，怕不安全，石公主好不容易躲过一劫，不可再遭不测。奴才在这里等候，就是想把石公主亲自送回府里面去。谢石公主的成全，也只能做这些小事了。难得你有这份心，难怪皇上不舍得让你走呢。虽然你不是李卫亲生，但也是忠义传家。大清朝要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忠臣，何患国家不兴啊？迎石哥哥回府。公主，家里很乱吧？快收拾收拾，人在就好，人在就好。走。李侍卫呢？好像已经离开了吧？像他这么无私无畏的人，现在不多了。哎，出来，出来！干嘛呀？干嘛？让你干嘛就干嘛。拿这个小子，你来挖吧。挖什么呀？挖开，挖开，挖开，这个挖开，挖挖挖挖，挖什么呀？你让我挖这个干嘛？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挖就挖，挖开。没有味儿。别废话，你赶紧挖开，使劲儿。真的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。
起来！阴天缓缓地。我要是有你的好嗓子就好了。现在真想唱点什么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是喜欢唱，就跟我说，我教你。嗯。哎，这里面什么叮叮当当的响啊？是什么啊？你看，金条，是谁干的？还能有谁？是你那个还是我那个？你要谁要谁，别把我拉进去，我谁也不要。那你脸红什么？我哪有？想当初啊，这文姑娘真是把我弄得神魂颠倒的，那嗓子那扮相没得比呀。陈姑娘人也很不错啊。哎，那两个让你挑，你选哪个？你这人真是的，这不是买东西，那总得有个挑选吧？行了，那我是你的兄长，我让你先选吧。那我两个都选呢？你说的都不像话。哎，我有了，我们啊，还是让他来说话吧。你太没正经了，兄弟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正经事儿啊？走。